我要分，唔是啦，三妈，我是讲吼，要甲叶阮两个去分一寡物件，转来互你。对对，哦，哼，叶的啊，你是真好大胆的哈，三更半暝才来踏外人的房间，你是足袂见识。笑，我你当条条，闪，你又是死囡仔嘞，又是死囡仔嘞，你闪，哦，你哦，后摆讲去放一杯仔料，家己照看卖，你生做什么型的？啊，敢讲要招这大小姐私奔啊？你是足袂见识的咯。我咧讲啊，坦白讲，讲实在啊，我无招伊私奔啊，迄是吼，迄是咧新妇仔腰，伊家己看到我缘投嘛，我水嘛，我木讷嘛，我忠厚内向嘛，所以伊要招我去，伊家己伫骗我来，我拢无啦。哎呦，这个老的害的话，你也讲会出来，你也唔惊讲迄喙子去夹着啊？你讲这个话，鬼才要相信啊？有啦。我本来我那讲无啥会出来，讲了家己就要吐出来，啊，就编剧安尼写，我无安尼讲袂哩，人唔信，无你问迄新妇仔腰的。有影无影？你讲。是啦，是我招伊要私奔的啦。哈！哎呦，夭寿哦，侥幸啦，枉费啦，枉费讲你若爹啦，自你细汉咧红红幼幼，甲你分咧饲甲遮尔大汉啦，哈！啊你今仔日讲走就要走，哈！要走无代志，连这个本事你也要好去啊，哈！你也无想看卖，你有良心嘛无？你安尼走了后，你若爹会偌伤心的，你知影无？哎呦，咱即摆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，阿母？啊，你嘘叫我咧三更半暝遐大声，你无爱困，人嘛要困呢？啊，我敢若足大声吼。夭寿死囡仔咧，你是有够革命的啊！代志大条啊啦，搁困。什么大代志啦？用讲的伤慢啊啦，过去用比的安尼啦。处处当尽，果然如此。如此啊！你买咧啦？讲个真严，你这两个有够过分，有够袂见笑，你若两个要私奔，要远走高飞，换你甲身边啊，你甲我送的。吼，你这什么有什么兄弟啊？你事当时安怎甲我讲哈？讲哦，你咱两个一定要互相忍耐，互相让对无？像了这款的，你看要甲哦。看，换我讲，你是什么兄弟？你较早毋是捌甲我讲过？讲我较大，你一定会听我。我可怜，你当然就要听我。你今日参节目，你要甲我受罪哈？我无论什么代志，你一定要听你。对啊，我一定要尊重你。但是这款的无共款，我甲你讲哦，这款的伊只是我心目中的西施，我的美女。我甲你讲，即马是爱情是占有。无啦，你搬了唔对的。你较早是拢甲我讲说吼，你听我的时吼，啊，伊绝对要让互我烧让来啊，烧让去，啊，你绝对到尾会让互我，就是爱情是牺牲甲奉献的。无唔对啊，较早是爱情是牺牲是奉献，也毋过这两阵演的无共款，爱情是占有。哥哥啊，你讲的敢对？你敢若讲你介意我？我问讲我有介意你无？安尼我甲你问，你有介意我无？无介意。有呀，我甲你讲哦，总讲一句啦，我这个心肝仔、宝贝仔囝，你会用个爱，别个你拢袂用个爱。我有话要说，我抗议，我反对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虽然是较木讷忠厚老实，我大项代志拢唔知，但是暗中我知影足侪代志哦。迄阵啊吼，就是这个药啊，因养爸，也就是恁后籍，阮后籍，也就是来嫁伊迄个做后寿，迄个翁，也就是阮迄个后籍，伊所讲的代志，就是要叫新妇啊摇来咱这所在，互咱摇到大汉，就是要互我摇，就是要做我新妇的。哈，真是的，对，你骗我的。安尼啊，敢真是有这个代志，我歹相信。不要紧，好，安尼哦，你听，我甲你讲。我会讲，咱这个代志来大厅，甲恁老爸理论，你敢无？我当然嘛敢，莫讲去大厅，就是来去法院，我嘛甲你去。行，好，行，走来去，行。咱今日人咱遮出名哈，规定咱的哦，就是恁娘老咧咧。哎呀，啊你讲哦，阮遐文青人到底是倒一个啊？小妹，你拄则看详细无？迄个上烟头啊，而且哦，穿绿色的戴绿帽子迄个啊。好，戴绿帽子啊！对。啊你做烟头，有影。啊，摆穿红衣的穿这，安尼阮两个红配绿的。搞臭屁！唔是啦，好到要死啦，安尼阮两个有做过。是诶，有哈。
那安尼哦，迄个肉饼面的有哦，迄就有我的缘呢，留我好不？你介意迄个肉饼面的哦？啊，对，你明年圆对无？爱面仔嘛圆，安尼你两个有输配，安尼互恁硬去配。嘿，小公主，哎呀！哎呦，恁两个嘛拜托咧，哦，我一个唱一个答咧，嘿，安尼会红笑啦，看到帅哥用要流喙齿烂，无见笑两日，你捌啊捌哈？哎呀，莫安尼啦，安尼啦，咱头一摆我去到看到杯啊，当然是安尼啦，莫讲啦，莫讲啦。安尼啦，那我甲公主哦，喊你看到这款帅哥，加减袂安尼小可小。好，莫讲，我大点还袂滚，你细点强强滚。哎呀，讲伊咱开开开，唔知要创啥，咱嘛缀后面来甲看。有你。啥货啊？你真是要成全因的婚事啊？是啦，等，我感觉因两个真速配啊，佫再讲个倒叫是我第二个某的囝，对不对？以后咧，两个人来配，那有啥问题？我唔知会去带你嘛，所以我袂选择恁囝互伊做阿妈，那有啥唔好啊？阿母，代志哪会变安尼啦？本来我是有份啊，即摆讲我才脑顺。嘿，足赞的，这个人咧讲做3年一轮，好歹叫轮呐。对，我就知影吼，我一定袂看唔到人啦。我知影，我到即摆才知影讲吼，我这个三夫人的命根本就是空的啦。伊的心肝内根本就无我这个人。好啦，既然我若互恁遮尔啊顾人怨哦，我规日死的来成全恁啦。哦，这人弄得足疼的了。来，安尼我就先死个啦，唔好。三妈，你即摆安尼哭撞得哭是咧哭啥？这也着问哟，你欠表死啦？哭，要哭表？嘿啦。条啊，我连拢查，迄位佫有酒菇，迄伤怕啦。若尾外口迄裤高井，迄裤高井拢石头空的，迄若安尼蹦啊，是煞跳咧拢免起来。无啦，我是该滚笑咧。慢啦，赶紧叫厝内面看倒一个甲看你无去，你甲我讲，我替你出气，我甲想你，吼。免当安尼安慰我，我知影啦，我若无死哦，恁大家拢袂欢喜啦，我搁起来死的啦。等一下。安怎样啦？无啦，这只狗仔你看。我叫这只狗仔讲等一下啦。对，等伊跟你讲，你煞听无？连狗仔嘛要第四名，你免来，我凊彩想要死，慢啦。好啊啦，恁大家安尼小，莫紧张啦！你无看我拢坐伫遮，拢无你紧张。迄阮母的步数老套啊！哎呦，这步用有够烂！母啊，你敢袂记得？你顶摆你迄个情翁啊，你第一任迄个啊，就是阮阿爹，你嘛拢换这步。歹换一套。你前较早用这步，你别较早就互你变假你这种查某好呀！哎呦，你这夭寿死囡仔咧！你无想讲恁母啊，你的威力哦，吼！你煞你甲恁母啊斗气，好，恁母啊若无死互你看，你敢若真唔甘愿？好，我死你！我死你！等一下。安怎啦？既然到今仔日为着一个新妇仔，要安尼弄家煞体，若免要自杀，若免要磕头，规气安尼啦。新妇仔要大娘，阮少爷去做某好啊！不，倒个。啥物啊？你无看哦？迄现场啊乱糟糟，今仔日会安尼拢为着你引起的。我看哦，这就是咱两个注定这世无缘啦。有啊！哎呦！我唔知影讲你这个人哦，都有足度量的，安尼好，天公伯啊会甲你保庇啦。我拄则哭啊，一个面拢火去，我即摆要紧来去补妆。真好。迄三马的回人足紧的呢。邓有春的，倒救的，邓有春的，倒救的。黄静琪，你今仔日这款的表现，有够伟大的，我实在足感动的。我唔知要哪来甲你感谢到。你安尼做这个表情，我真正强要吐出来，你知哦？你唔是要春互我切目不是啊，咱讲实在啦。今仔日吼，咱兄弟啊一场，所以我才将这当有
这新妇啊，要的人留你。我希望你一定要好好甲伊我一定会疼甲疼惜。我就早甲恁祝恁两个会当白头偕老。感谢你。安尼我唔都无望啊！什么？公主。